想喺財富增值路上穩中求進，你需要選擇一個能助你達成目標嘅儲蓄方案，讓你朝着人生不同階段嘅目標進發，成就你嘅夢想未來。ESSA 安盛嘅安進儲蓄系列2，穩進只需供款5年或10年，就能提供儲蓄增值潛力，助你財富穩進向前。穩進具備4大優勢，持續為你帶嚟財富增長動力。穩進第一個優點係可觀嘅財富增值潛力。ESSA 安盛會將你同其他保單持有人繳交嘅保費匯集成一個分紅基金，並由專業團隊進行投資。喺保單生效3年後，我哋會以2項非保證紅利嘅形式，即係保額增值紅利及中期紅利，向你支付有關份額，等你享有儲蓄嘅增長潛力。穩進更提供保證現金價值，助你財富更進一步。穩進第二個優點係靈活運用儲蓄。儲蓄係一個長期承諾，為咗俾你靈活咁去應對人生不同階段嘅財務需要，你可以喺保單提取已宣派嘅保額增值紅利及相應嘅中期紅利嘅現金價值。你更可申請保單貸款，以作應急之用。穩進第3個優點係傳承財富之後代，你可以選擇喺首個保單年度完結後更換被保人，保單可以持續生效，直至最新被保人100歲為止。更換被保人唔會影響保單價值，輕輕鬆鬆咁助你財富代代相傳。穩進第4個優點係守護至愛。穩進除咗幫你儲蓄，更提供人壽保障。如果被保人喺最初被保人60歲或之前及保單生效3年後身故，保單會派發額外已繳標準保費總額30% 嘅身故賠償，全面助你守護至愛家人。一齊睇下攝影師 Samuel 點樣善用穩進及早為退休同財富傳承作出準備。Samuel 希望財富可以穩步增長。佢喺35歲嗰陣投保咗穩進。佢喺60至85歲共26年間，每年提取3萬美元，合共78萬美元，作為豐厚嘅退休儲備，繼續享受精彩嘅人生。Samuel 85歲嗰陣，佢將保單被保人身份轉移俾仔仔，當時嘅總現金價值超過65萬美元，係已繳保費總額嘅約3.5倍。除咗可以俾仔仔作為結婚、置業安居同發展事業嘅豐厚儲備之外，亦可將財富代代相傳。Samuel 善用穩進嘅優勢，為佢同摯愛嘅家人達成人生目標，完成夢想。穩進具備4大優勢，包括可觀嘅財富增值潛力、靈活運用儲蓄、傳承財富至後代、守護至愛。穩進持續為你帶來財富增長動力，助你財富穩進向前。